從依家到年底啊，咬牙買樓嘅人會跪住咁感謝自己，定係會哭暈喺廁所入邊呢？珠海嘅房價到底係漲咗仲係跌咗呢？今年到底係咪最佳嘅買房時機呢？有好多人啊，到而家都非常之糾結啊！今日家興呢條視頻呢，就俾到你終極嘅答案，4分鐘等你知道今年到底適唔適合買樓，到底可唔可以買，咁到底要買邊度？視頻嘅最後呢，會有驚喜送俾大家。首先，樓係用嚟住嘅，目前嘅大方針呢，係等呢個商品房回歸到商品嘅屬性。再通透一啲嚟講啊，其實樓呢，就係一堆鋼筋水嚟啫啊，有人先至有價值。但係你反過嚟，有啲樓呢，真係可以解決你所有嘅問題。你比如話自住啊、養老啊、細路仔返學啊、落戶居住啊、上班通勤啊，包括結婚等等一系列嘅問題，咁樣佢嘅價值先至係最大嘅，唔單單係一堆鋼筋水泥咁簡單啦。講到房價，咁嗰啲水你今年唔買樓嘅話，你5年都白忙嘅中介啊，佢哋敢唔敢話俾你知？目前珠海嘅二手房嘅掛牌量已經係超過6萬套啦，空置率呢高達40%，乜嘢概念呢？仲有100萬嘅樓啊，你首期15萬，甚至開發商嘅話俾到你零首期，咁又點解呢？佢可能呢唔係機遇，而係深淵，一定要擘大對眼睇啊！你睇睇呢啲慘痛嘅數據，真實珠海人均工資呢係唔到5000蚊嘅。你買套100萬嘅樓嘅話，你唔食唔飲嘅話都要17年先可以還晒。2025年啊，發拍房暴增158%，入邊全部都係前2年高槓桿買樓嘅大冤種。你再睇下現實啊，絕對係打臉嘅3年激啊！第一呢，珠海冇啲樓盤啊，當時單價呢係2萬幾蚊一方嘅，唔到2年嘅時間跌到12000都唔到，業主倒貼40萬可能都賣唔甩，連睇嘅人都冇啊！呢個月有好多開發商啊，1平方降價唔係300、500咁啦，係直接直降2000到4000蚊一方，斷臂求生，只要完成呢半年嘅指標任務。咁第二啊，珠海中介呢迎來咗呢個倒閉潮。賣唔出去樓，好多中介其實都係苦苦掙扎嚟嘅啫。你睇睇下，而家大街上面嘅所有嘅中介行業，有幾家中介仲係開住門嘅呢？中介入邊仲有幾個人喺度上班呢？第三啊，有唔少嘅樓盤呢都成咗呢個畫餅盤，承諾唔兌現啦，甚至乎有啲停工擺爛。呢個係我從業8年嘅經驗話俾你知啊。更可怕嘅係而家1.5成首期買樓嘅人啊，月供咧佔咗收入嘅60%-70%以上，呢個唔係賣樓啊，呢個係賣命啊！接落嚟呢，絕對係乾貨，唔理係有樓嘅定係冇樓嘅，請你認真睇下咯。接落嚟嘅房價到底係點走呢？記住呢3條生死線。第一啊，人口持續3年淨流出嘅區域呢，馬上拋售就 OK 啦，千祈唔好肉赤用唔到嘅樓啊，揸緊賣房，揸緊賣房。揸緊賣房，重要嘅事講3次，再唔賣嘅話，你真係嚟唔切啦。呢啲位置差嘅地方呢，我嘅建議就係啦，你趁住呢個市場下行，將不良資產呢嗱聲賣咗佢，置換成呢個優質資產。比如話原來房價高嘅，買唔起市區嘅，但係呢必須要有層樓住嘅，你當時買喺遠郊嘅，流通性差嘅位置嘅，偏遠嘅地方嘅。之前買咗超高層住宅嘅，咩老鋪大老鋪小嘅，置換更加好嘅產品同埋位置。你有可能認為跌得好落，而家賣咗好肉赤，但係你要諗下，你置換要買嘅樓其實跌得更加之慘。個人賣家點降價，你都跌唔過呢個開發商啊，因為開發商比你仲更加之捲。珠海嘅市場絕對係亂套啦，新房賣得比二手房仲更加平，市場嘅話絕對係嚴重倒掛。第二啊，周圍3公里係冇3甲醫院嘅，交通唔方便嘅，包括周邊所有配套都係老舊嘅，再加上發展唔起身嘅，有好多係呢個口頭承諾嘅，你馬上討厭就啱啦。第三啊，5年到10年嘅高層嘅住宅啊，冇配套好嘅學校嘅，而且租金回報咧係低於2%嘅，呢個係珠海啊，呢個唔係喺你自己屋企嘅縣城啊，房租冇咁高嘅城市，你屋企連2%都未到，真係冇必要留啦。最後啊，我諗深嗰句就講咯，2025年買樓呢，只有3類人係唔會後悔嘅，要麼呢就係現金儲備可以硬頂3年嘅，要麼呢可以接受房價下跌30%仲笑得出嚟嘅，最後一個呢就係買房可以解決根本性需求嘅人，比如話養老自住啦、結婚細路仔返學啊。除此之外啊，其他人我勸你呢，真係揞住個銀包睇大戲就啱啦。睇完視頻啊，如果你覺得你有需求買樓又驚買錯嘅，如果講咗呢啲仲存在呢個質疑真實性嘅，認為珠海樓價係冇降嘅，
確實想買房嘅，最近呢，我更新咗一啲珠海可以檢樓嘅樓，目的呢唔係等你因為貪平去買呢啲樓，我係真係希望真係想買樓嘅朋友可以清楚而家市場嘅行情到底係點樣嘅，每一個片區、每一個小區最真實嘅成交價到底係幾多錢，真係冇一時衝動買貴咗買錯咗。呢段時間啊，我每日呢基本上係帶客啊。我太知道而家落訂交錢嗰1個鐘嘅時間，當時衝動嘅感覺啦。我真心奉勸各位啊，依家唔係咬牙硬上嘅時候啊，你可以講講你嘅需求啦，將你自己正係考慮嘅小區，你可以發俾我嘅。合適呢，我哋就講合適；唔合適嘅呢，我就會果斷咁講唔啱你啊。冇樓呢，真係唔丟價，租樓更加唔丟價，斷供上徵信呢先至要命。等呢波經濟回暖啊，等工資追上房價嘅話，我哋再嚟講呢個安家置業咯。或者呢個養老自住，朋友們記住啊，冇必須要買嘅樓，只有必須要活落去嘅人生。我再總結一下，而家到底適唔適合買樓呢？就要睇你自己嘅需求，要睇呢層樓到底啱唔啱你。其實樓呢就係一個商品啫，就類似你買架車，你買個包包，佢係一個消費嘅商品，對你嘅家人、對你嘅細路仔有幫助嘅。如果對你嘅屋企人、對你係冇任何幫助嘅，咁呢，你自己真係揞住銀包再觀望觀望。如果確實對你未來嘅人生、未來3年、5年嘅人生有幫助嘅，如果價格真係合適你嘅，真係平嘅，你係可以考慮上車嘅，都可以留低你正在考慮邊個樓盤嘅信息，我嚟同你講下咩時候買房最合適，建議指導價係幾多錢，幾多錢呢可以考慮上車，合唔合適再等一等。如果你近期打算喺珠海睇樓嘅，連珠海各個板塊嘅優缺點都搞唔清楚嘅，唔知道分別咩樓係好嘅，咩樓係唔好嘅，每一個樓盤嘅不利因素啊，你都唔知嘅，咁你踩氹蝕錢係一定必然嘅。如果你買樓係唔想踩氹嘅，家興都整理好全珠海各個片區實用嘅購房避坑攻略送俾大家，可以免費領翻去認真睇睇，入邊涵蓋咗珠海各個板塊嘅價值分析、熱門樓盤嘅優劣勢、學區劃分、城市土地規劃等等實用嘅信息，全部都係實打實嘅乾貨。買房之前一定要仔細研讀，記住啊，買樓呢絕對要擦亮對眼，多睇多比較。呢份資料點領取呢？你可以直接掃描屏幕上邊嘅 QR code， 或者可以喺後台直接聯繫我，或者遇到任何房產問題啊，都可以評論區入邊評論。睇完覺得有用嘅，可以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有需要買樓嘅朋友。咁最後記得 follow 家興嘅頻道。